什么的，你要跟他谈判坐下来，他有什么利益，你可以替他想得到。因为他是这个什么盟的这个会长，好，所以你刚才你来去替想啊，你若想无就是爱为祈祷，好哦，伊做这个主席，好，伊做这个会长，好，伊检查伊来处理真多的代志，好，所以伊就爱啊保持伊的官兵，好，检查伊啊从这个代志伊啊处理了好势，他就可以升官，以后就可以变成奥运的委员，哇，从亚运进到奥运就不得了，所以你可以去找到他的利益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成为他的一个谈判的一个。这个 interest 的一个地方，让他产生一个动机，他愿意继续跟你谈下去。你今天如果如果你今天好跟我失去了这个机会，不愿意跟我谈，好，你可能就是永远就做这个亚太盟的这个叫做秘书长，你就只能做秘书长，你就没有前途了。好，但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寻求对方的利益，让他愿意继续来跟你谈。好，所以你得要分别问题 issue 是啥 ，position 是啥，跟 interest 是啥。然后，咱再继续来看，咱用这个圣经内底一个例，好，就是伫撒母耳记上卷，撒母耳上卷25章对第1章到上尾1章，整个25章在讲一个故事。好，我怎么跳得这么快？好，这个故事呢，我们等一下来讲，我们先把第2讲完。这个立场是彼此不相容，当人注重在这个利益上面的时候。利益不是注重在立场上，比较容易发展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。所以你还去挑找对方伊的利益，为对方的这利益来替伊来设想、来顾量。拿巴好，下某叫做亚比该，好，就是这个大卫伊所拄着。大卫伊还未纵容之前，伊的服侍扫罗王，伫扫罗王的下骹替伊弹旗、替伊烧节。总是大卫，他是个大有能力的勇士，他是一个 leader， 也当解决人的问题。所以真多人拢来始终效命大卫，但没有那么效忠在扫罗王。所以圣经里面讲，跟随大卫的就有600个人，600个人，安尼对伊。大卫甚至在逃难、在流窜时阵，拢有600个人对伫大卫的身躯边。所以你当想象，大卫伊是一个领袖，伊是一个领导者。总是大卫，伊咧逃难的时阵，伊带这600个人，毋是伊一个人呢，伊还佫600张的喙呢。这600个人要食青因，拢着爱看阮的这个 leader 啊，好 leader 啊，阮今日要食啥？大卫王啊，伊爱袂做，所以就讲领袖啊，好，这个老大啊，阮今日暗顿要食啥？宵夜要食啥？明仔顿要食啥？所以大卫伊就爱想法度，所以当遮带遮个人咧米的时阵。伊来到一个足好的人的这个附近，叫做拿巴。圣经讲拿巴伊有3000只绵羊，3000只，伊有1000只山羊，山羊1000只，加起来几只？4000只。好，你也是一个这个养的农场，好，会当饲100只，100只羊啊就足大哦。安尼40座农场，所以咱想象拿巴是伊的土地偌阔，而且伊讲羊啊就4000只，伊有其他伊的遮个产业，总是大卫伊就来到伫即个拿巴，派伊的10个亲信去找即个拿巴，甲伊讲，伊用足好，你若是查圣经哦，你会当对咧看，撒母耳记上25章。伊就讲拿巴，我的主啊，哇，阮即马你过去，吼，你的遮个羊，阮遮个人拢有替你顾，而且你遮个羊啊，4000几只羊啊，一只拢无损失，拢无胖去，因为阮遮个人，我甲遮军队，我遮个几百个人，拢替你来固守。当阮即马在走路，伊的意思是安尼，但是他不是来恐吓，阮即马有需要有困难，你会当将你有诶，会当来帮助阮无？哎呀，大卫很谦卑，好 ，Your son David， 好，就称呼拿巴叫伊的老爸我是你的囝安尼，好，望你会当纪念我安尼过去安尼来帮助恁，你会当互我一个好康的，互我遮一个帮忙。总是拿巴，好，伊看到这遮的亲信来所讲的话，伊就讲大卫是谁？好，遮
是他说你们这些是谁？大卫是谁？好，然后这些大卫的仆人又是谁？好，说哇，一点都不认识你们，哇，我也。他说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，这就追这好，这造出来这萝卜真多啊！我敢当将我的这啉食，甲我这羊仔的肉，互我这唔知恁对对来这的人食吗？好，说你们都是逃出来的逃民呐、啊。好，我何必把这些肉给你们这些不认识的无名小卒呢？好，我根本就不屑你们就对了。好，不屑你们。然后呢，就跟这些10个仆人，这10个仆人邓去甲大卫讲，大卫听了以后，真生气，真受气，所以就安那命令讲，即马我这600个这军队外人，有400个，今日好就要去安抬这个拿巴，好讲明仔天光啊，拿巴因兜厝内底啊，若有留一条命，愿上帝甲我处罚，好，意思说要杀光他全家。总是伫即个危机中间，拿巴有一个某叫做亚比该，吼，亚比该对伊的亲信中间，听伊讲风声，讲大卫甲伊派400个人要来抬即个拿巴因阮兜遮所有拢做的人，所以亚比该伊就赶紧传，吼，伫圣经内底讲，伊传200块饼，200个饼，佮有2袋的酒，2袋的酒，佮有5只已经抬好的羊仔，佮有遮烘好的遮会食的物件，佮有葡萄饼、无花果的饼，拢甲载去到大卫遐，然后佮派人伫头前安尼讲，吼，大卫啊，吼，跪伫伊的面头前，大卫啊，我的主啊，吼，亚比该伊亲自来去见大卫，好，然后跪在他的面前，匍匐叩拜，讲哇主啊，愿这个罪。愿这个罪归在我，求你下面我会当来对你讲话，求你听我比鲁比所讲的话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边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一个非常有钱人的太太，她呢跑去跟一个逃出来的大卫跪在他的面前，然后跟他下跪，用这样自称自己是女卑，用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，讲你不要理我这个坏老公拿吧。哦，因为哦，伊的名拿巴意思就是笨蛋，好，他就是这么笨啊，这公呢，好，所以呢，好，愿主啊，你所派来这仆人啊，愿主你愿我的主大卫你不要生气，好，求我的主收回你的手，好，不要来刑罚我们家。亚比该伊用这款的方式，好来甲大卫来协调协谈。后来大卫因为亚比该他的勇敢，他的智慧。当场已经伫上帝面头前来救抓，我若明仔无杀死恁兜所有拢做人，我甲上帝救抓，伊就上帝处罚我，愿上帝重重惩罚我。但是呢，因为亚比该的智慧和勇敢，所以大卫他又说了，好讲，耶和华上帝是应当而来的，伊互你来让你亚比该来迎接我，你和你的剑士也应当称赞。因为你今天拦阻我亲手来报仇，还有拦阻我流人的血，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，好，明天早晨好，你如果没有来迎接我，明天早上你们家还是会死光光。意思是说，今天你已经来，好，愿意来跟我谈，所以明天你们家都可以得到平安。好，所以大卫他也很有智慧的，在上帝面前又另外起了一个誓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亚比该伊用在这个危机的时阵，伊专心注意伫大卫伊的利益。伊袂讲啊，大卫啊，可怜我哦，阮真可怜的，阮安是一个笨蛋，阮嫁伊哦实在有够衰，所以你就可怜我。伊根本就无提起伊家己，伊拢咧替对方咧设想。所以亚比该也让成功的好来挽救整个家庭。所以伫传道书第9章16节讲安尼，智慧赢过溃力，智慧胜过勇力。亚比该他有什么力气吗？亚比该他能够跟400个大卫的勇士跟他们征战吗？
但是亚比该因为他一个人的智慧，让大卫400个人都全部都放下他们手上的武器，而且达到和解和协调。这是对圣经来的智慧，是咱嘛要当去学习。所以等咱知影，咱需要这款的智慧的时阵，咱要去学习敲吹别人的利益。别人的利益，你毋是干去想一个想一个，你爱个甚至该写落来，而且嘛爱将你家己有啥物款的利益，爱甲写落来。你当来列出因要上帝何塞人更像基督。好，这是我在我们和平室的第一课所学习的。冲突带来好机会，哪3个机会呢？冲突可以荣耀神，冲突可以服侍人，冲突可以让我们更像基督。这是3个永远不要忘记的利益 interest。当你甲对方在谈的时阵，就爱去详细来记落来，而且让彼此的利益可以公开的表达出来。阮双方拢会当得到好处，得到利益，你咱嘛写出来，安尼来表明，是会当对这个问题有真大的帮助。第4 ，pause 的第4个原则是 S 是啥 ？search。找求创意的解决办法，找求创意的解决办法 ，search for the creative solutions， 找求这个有创意 creative 创意的启发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。阿们他开始呢，这个定数就是爱来自于自发性的想法。你袂当讲学习这个亚比该，哇！牧师我今日听到这个亚比该故事足感动的，一个查某囡仔遮尔有智慧。安尼杨淑君，你嘛拜托，你嘛去把去给他们跪一下，然后去给他们下拜，然后送一堆礼物，不是用模仿，而是要来自你的创意，来自你的环境，你要用这样创意，然后呢，自发的去把你心里的想法好去表达出来。所以在这个协调中间，你让将你的想法讲出来，而且想象力跟创意应该要被鼓励。你这个解决的方法袂歹哦。你这个解决的方法不错哦。好，如果你现在正坐在这个谈判桌上，跟人家在谈判，要想一些解决的方案。好，既然杨淑静已经被判出赛，失去资格，你要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呢？你要什么办法？你可以找一些创意的。好，他可能没有得到金牌，但是可以给他另外设一个奖，好，让他可以拿到一个奖牌，或是你可以给他寻求一些方式，好，用这样的方法创意。好，而这些创意呢？有这些创意的想法的时候，不要马上否定，卖马上讲啊，迄无好啦，迄袂行袂因的啦。你知道这种负面的话，不要常常从你嘴巴里面讲出来。这个月我去参加一个研习，好，然后呢看见那个有一家美国叫戈尔公司 Go， 好，他们出了一个产品叫 Gore-Tex， 有听过这个产品吗？他们是一种布料 Gore-Tex。好，他们就是标榜防水、透气。好，他们这个布料原来是用在太空船的上面、太空梭的上面，但是呢，发现拿来当成衣服很不错，因为你在里面这样子穿的时候，里面不会闷热，不会里面只流汗，而且气可以出去，但是外面的水滴子呢不会渗进来，所以是他们公司研发的产品。Gore 这个公司呢，他们有一个风气，就是他们的老板一直在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会换对公司最有影响力的人，他们用很有创意的方式来经营他们公司。因为这些公司常常就是 team work， 每个 team， 然后他们要一起去解决。那他们用很多很有创意的方式，所以他们老板是大家推选出来的人当老板，大家来票选谁对公司的影响力最大。哇，最后呢得票最高，他就是我们下一届的执行长。好，就是我们下一届的执行长。所以你看到 Gore-Tex 这个公司，因内底上班这个员工，你看袂出来，这是做工的，这是设计，这是最行销的，这是最 sales， 你拢看袂出来。我看伊个影片内底，这 Gore-Tex 的公司，因这操作机器是一个阿嬷穿那个洋装，戴耳环，用项链，好看起来是非常的贵气啊，而且按机器，然后操作这样机器。好，他们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。他说，任何的一种创意都不应该被否定，所以他们是常常在沟通，常常在协商，常常在商议。所以因的公司的工厂不爱超过200个人，
咱即摆若伫电子公司，你知影工厂一个拢是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，人愈侪愈好，集中管理，再加上外劳、印尼、泰国来的，